谢，大家分享哦，很好，好。很好。祝各位学生大家晚安。这个跟手机的金融间哦，应该是爱产生很多的疑问，可以大家来清楚的。我在这个我们的基金公积金，我在年金结婚哦，这是刚刚过这个讨论的，但是这个话，这个手机的，但是这个。基金公积金的一些关系跟一些感受，然后它的风格也按我们借那个意思，好啊，也都是很跟那个我们喜欢说好像有这个蛮很细致的做法，我这我这个感受了，单单这个完全是我们的教授这个时间段，他们在我们。这里我要给你看，知道了，过来，我过来。